司警設立大廈罪案預防小組，將會定期巡查罪案黑點。張盈英報導。針對大廈近年住宅盜竊案上升，司警上個星期成立咗大廈罪案預防小組，小組將會定期到罪案黑點巡查。其實上樓巡查呢，我哋係針對一啲罪案嘅多發點嗰度嘅，會進行一啲巡查，同埋同市民呢係直接溝通嘅，希望獲得更加多嘅罪案資料嘅。司警到台山同埋筷子基嘅住宅大廈，向管理員同市民派發單張同埋講解，希望警民一同合作打擊大廈罪案。對於近嚟罪案發生嘅次數比較頻密，司警就話佢哋已經因應罪案，成立咗多支反罪惡小組喺街上巡查，並會因應本澳治安情況成立專案小組。居民反映，雖然最近台山一帶嘅治安比較好，但就希望警方可以喺踏入農曆新年之前加強巡查。治安差，即係埋年啊嘛，多人揾食。最好夜晚有警察啦，即係有一兩警察巡下幾好咯。啊！佢哋多啲留守喺呢度啦，希望。點解呢？覺得好似安全啲咁。臨近春節，司警呼籲市民要做好預防盜竊、扒竊嘅措施，並表示向來作案者當中以外來人居多。佢哋希望市民如果遇到大廈盜竊案，可以主動透過小組專線同佢哋聯絡。澳門電視台記者張盈英報導。